Round one. 你最中意歌手邊個？玩你討厭邊個明星？係你成日去邊嘅大餐廳食飯？補習社，你成日睇嘅 YouTube 係咩？翻工 Round two. 你最中意運動嘅邊個？相機，你中意邊一個手機品牌？聽朝你最中意嘅 AV 女優叫咩名？顏色筆，你嘅寵物叫咩名？出去玩你嘅偶像係邊個？你成日去邊間超市？瞓覺你成日用邊部電腦？書包，平時玩咩嘅？直播 Round three. 你中意邊個新聞機構啊？蘇學堂，你嘅前男友叫咩名啊？不煩852market.com 係香港電商平台，有超過800款產品，包括外國及香港大型品牌，支援各款支付平台及派送物流，歡迎優質產品上架。詳情請到852market.com了解。